咱来相祈祷。要上帝，亲像早时你的百姓伫听候弥赛亚，阮伫即个特别的时的季节，也要用阮的心，挺开阮的心，来迎接阮的主的出世。求你通过你的话，通过我所分享你的信息，帮助阮，互阮确信，知你是阮的愿望，是阮通活靠的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读这三个经文吼，是即个伫抬杠节时，真侪人拢会用到。即马过来的几礼拜到圣诞节，有可能恁拢会常常听到人咧用即站圣经节。以赛亚是耶稣出世以前8世纪，主前8世纪的时的一个先知。伊的职位真特别，因为伊甲迄个时阵的犹大王或者希西家足亲密的关系。你若去看以赛亚第38章吼，你会看到以赛亚写王有一摆破病，真伤重，以赛亚去甲看，看无甲伊讲你会较好，讲你会死。即个王吼，迄个故事是讲，迄个王吼，怎啊真伤心活过，伫遐艰苦，甲上帝求。以赛亚了后，佫对上帝听到讲，上帝要佫互希西家加活15年，所以伊去甲希西家讲，我要上帝讲要互你加活15年，这是真趣味的故事啦，恁会使去读。伫《列王下传》第19章到20章，18章到20章有即个代志。为着安尼吼，以赛亚甲希西家真活。为着安尼，以赛亚差不多是希西家的首席的国策顾问啦。因若有啥物代志，拢去找以赛亚，去问以赛亚的意思。所以以赛亚伫迄个时阵，若对今仔日来讲，伊是真有关系啦。总是以赛亚即个先知，伊无忘记伫伊的即份，伊应该责备的时，伊原来责备希西家。所以伊甲希西家是一个真尊敬，总是你若莫常常甲我讲歹话，我就好即款的朋友啦。为着安尼，希西家以赛亚真关心犹大国。迄个国运，也是讲迄个政治的情形。你知对所罗门以后，以色列分做2国，一国是北边以色列国，南边是犹大国。以赛亚是伫即个犹大国。伫主后主前722年，当时的亚述帝国来攻击以色列国。北边迄个国家，因的兄弟仔讲嘛，以色列北边的以色列，互亚述拍倒。你会当想象南边的犹大国一定真紧张嘛？所以迄个时阵，规个迄个情势真紧张啦。迄是比即马飞行机伫遐飞来飞去，搁较紧张诶。所以希西家王直去找迄个以赛亚，以赛亚直甲讲：你毋免惊，上帝要保守咱的国家。讲是安尼讲，嘛是会惊。事实亚述帝国拍倒以色列了吼，因真正有就想赢，就顺续要南边迄个犹大国所要甲侵占。拍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。迄暗毋知为着安怎，一暗的中间，亚述的兵死足侪人，嘛毋知是安怎。照圣经是讲上帝拍遐亚述的兵，反正就是因攻击无成啦。以赛亚伫迄个前直甲王安慰讲：你毋免烦恼，上帝会保守。你甲想讲以赛亚迄个代志了后，伊的面目拢悬起来啊！
伊是王真信任的，总是吼，希西家王加活迄15年哦，实在是真可惜啦。伊迄15年做一寡代志吼，拢是违背上帝的意思。本来伊是一个真好的王，不过以赛亚伫迄个时阵嘛是该责备。伫责备的中间，以赛亚互因原来传上帝5万的道理，啊，就是咱的预言，就是咱今仔日读这个圣经。我要像普通查经安尼吼，差不多一节我拢会去讲着吼。啊，所以拄仔读的遐会搁顶一摆，请恁较吞忍的。我本来是要拜托因用迄个 PowerPoint， 我伤过复杂，我边的我家己嘛会去所买。我一节读吼，啊，我淡薄仔说明，我袂讲伤长，免乱了，我知恁要选张了吼。OK， 咱对11章来看，第1节，伊讲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，对树头要发一支影，吼。树头要发影吼，伊就是树仔去互斩起来，也是树仔倒落去已经死去啊。我即个疫情了吼，阮拢定定去遮个曼谷无附近的公园行路。我真早去迄个树林内底行路时，我看到迄树仔安尼有诶死去足久啊，烂去啊吼，啊倒伫遐毋知倒偌久啊，啊拢有新诶树仔对迄个树仔活起来，恁捌看到迄无？我看到迄时，我问我朋友读生物学诶，我讲迄要安怎讲啊？我感觉迄树仔死去了吼，有新诶应对迄个差不多是对迄个树仔的心思发出来。我讲迄这摕来做讲道的题目足好，的材料足好的呢吼。啊，我到尾啊吼，几啊年前去迄个 Olympic 的迄 National Park 的时，我有看看到迄，啊，伫遐人因有创一个牌啊，伫遐说明，迄款树仔吼，叫做 Nurse Log，Nurse 是护士啦。Nurse Log，Nurse 原来会使换做氧气啦，氧气的茶已经死去啊，所以当先知以赛亚讲对亚西的影，亚西是大笔的老爸，所以对大笔迄个帝国，有可能迄丛树仔已经互吵起来啊。毋过树仔吵起来，若有根还阁伫个时，伊会发影。啊，是迄丛树仔互吵倒足久啊，烂去啊，总是伫遐嘛要阁发映出来。迄是新的生命的启示，咱一个新的生命要对迄个已经无路用的所在发出来。这是先知互咱迄个愿望，对迄款所在会阁发映出来。你若去即个遮一个 Regional Park， 伫海尾湾的边啊，遐一个足大个 park， 你入去内底看，你会看到迄树仔有诶，对迄个死去的树仔活起来，迄树仔拢足大棵的呢，真大丛。啊，过去过来伊讲，对伊的君所生的要结果子。所有的英语的圣经吼，若讲对伊的君所生的枝，迄字枝吼，枝英语是 branch， 迄字枝拢用大写，所以 that branch 就是大写，所以就是在讲对迄个树枝是在讲耶稣的意思啦，因为耶稣是代表的互的，是在讲耶稣的事，对迄个吵起来的树仔发出来迄个心意，发出来的枝要结果子，因为耶稣真正结足一个果子呢。迄支对耶稣的树头发出来迄支真正结足一个果子。咱今仔日会当伫遮礼拜，迄嘛是伊的果子，敢毋是？啊，耶稣的生涯内底，逐位伊直直在讲结果子的代志，这是真奇妙的代志吼。啊，第二节讲耶和华的神要惦伫伊，耶和华的神，这是
以赛亚真接应的一个表现法。迄个意思是，互上帝拣选的人，互上帝设立，互上帝敬的人，耶和华的神要惦伫伊。啊，什么款的神？头一个，伊讲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，智慧甲聪明。意思是，我看迄个主角，伊是讲是要管理众人的代志，迄个智慧，也甲有聪明，伊聪明会晓判断，所以是政治甲司法即方面的能力。啊，过来计划甲能力的神，会晓计划代志，会晓引带百姓行应该行的方向。迄个会晓计划，会晓行，啊，佫有能力，有权威，有能力的人无一定会要对呢。你有能力，你若足骄傲的是无人要插你。一个有智慧、佫有能力的人，伊迄 authority 吼，迄权威吼。权威袂使用命令的啦，你袂使定法律讲恁着爱尊重我有权威，无即个代志。权威英语讲，迄 has to be earned。你爱用你的生活，用你所做的代志，去得到人的服从。伫迄个权威的面前，大家拢欢喜幸福。即款的能力吼，啊，过来伊讲。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，知识有知识读册就会使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智慧甲知识无共款。伊毋是伊有知识，伊原来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伊原来有智慧。这是一个真好的领导者的描写法吼。第三节。伊要掠敬畏耶和华最欢喜。伊即款的人，伊甲上帝亲近，上帝带伊的路。英语一句话讲 ：A leader has to be led。你做一个 leader， 你原来有人甲你带啦。这也是李登辉总统常常讲的。伊拄着困难的时，伊拢讲伊祷上帝，求上帝引带。A leader has to be led。做一个领导者，袂使家己黑白本。啊，过来第四节，伊无凭目，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，也毋是凭耳孔所听见来做议断。咱伫法院内底咧判决的是证据真要紧，证据爱提出来互看。伊个证据是我看到，还是我听到？总是伊讲哦，伊毋是凭目睭所看到，也毋是凭耳孔所听。啊，所以你证据拢歹啊？毋是啦，这是要讲伊个判断，毋是看外表，是看内心。你会记得撒母耳伫找以色列人的时，去大逼人去亚西的厝。找佮讲伊迄个亚西囡仔拢叫出来，一个拢毋是。到尾也讲，啊你敢拢无啊？伊讲有，还佫一个伫遐咧顾样诶，去甲叫转来。上帝神讲就是即个，上帝顺续甲撒母耳讲，你拢看外表，我是看内心。即个啦，伊毋是照外表咧审判人，伊是照人诶内心咧审判人。伊用公义审判丧向人，用正直以断世上的谦卑的人，用喙中的判拍世界，用喙断的去杀死人，杀死歹人。伊用公义正直做伊的判断，甲义断的标准。用咱真白的台湾话来讲。这个人毋是恐龙法官啦，伊袂乌白母啦。过来，
公义要做伊的腰带，信息要做伊的身躯的带。用真白的台湾话来讲，伊袂收红包啦，伊公义做伊的腰带，信息做伊身躯的带，即个人绝对袂收红包。因为这是描写一个领导者，一个国家的领导者，因伊上帝的神奇的顶面，伊是即款的领导者。我拄仔要讲即个以前，我袂记甲恁讲一下吼。咱今日是读圣经，是对第7章、第9章、11章读吼。我即马是颠倒变对11章先讲，我甲恁讲是安怎？因为第7章迄个吼。是伊讲一个婴仔在小拄要生，一个婴仔出世。伊要紧是讲一个婴仔要出世。啊，第9章伊所讲的是，即个较顶仔会讲吼。第9章伊讲的是，即个婴仔要创啥物代志。第11章哦，伊才讲即个婴仔的身世。所以我对头亚西的树头发，就是即个婴仔的身世。啊，我毋知影以赛亚是安尼排啦，所以我因为较方便吼，我对11章先讲，11章、9章、7章，上尾来要讲上页咱大先读的，我对伊的身世大先讲啦吼。但咱搁来看第69、第90节，第69、第90节，我读一遍吼。伊讲豺狼甲绵羊要三角大，豹甲山羊仔三角倒地。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神，上细汉的囡仔要牵伊，牛甲羊熊要三角食，因的囝也要三角倒地，狮要食草，亲像牛，食恁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，当恁的囡仔要下手伫毒蛇的血，这是咧讲，即个遮尔有能力的领袖，伊会当互咱什么？互咱和平啊！伊遮描写的遮拢是死对头，总是拢做伙。我想恁若囡仔真济吼，囡仔若咧冤家的时候，做爸母的有来讲。点点啦，恁敢袂使卖冤？差不多，伊遮是咧讲，上帝看到安尼世间乱干的吼，我要赏赐恁一个领导者，伊要互恁会当得到和平。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吼，即个 PowerPoint 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画家写的，伊是1780年到1849年。就是 Edward Hicks 吼，即个人伊照以赛亚第11章第60到第90节画即个图，即个图描述做 peaceable kingdom 和平的国度啦，和平的国度。伊用即个吼，毋是干那画一张尔，伊画足侪张的啦。啊，即摆拢伫美国的迄个博物馆内底咧展览。伊即张吼，伫画吼，你会当看到头前吼。有狮甲迄拄仔讲的狮甲牛甲豹，啊有一个囡仔牵一只迄落，伫遐牵囡仔一个红红迄个牵一只动物吼，伊就是描写以赛亚所讲的即个。啊，你若看倒边的后壁遐吼，你会看到一群人徛伫遐，你若看较清楚吼，迄是美国迄个时代的兵啦。迄个华盛顿，迄个革命的时个美国兵仔穿的制服，啊，甲一寡美国的原住民，照即张图的解说是讲 ，Edward Hicks 吼，伊是一个真敬虔的基督徒，所以伊画的图拢是圣经内底。伊看到美国人来到，遐新的人来到北美洲，甲原住民的中间的冲突，伊看甲真艰苦心啦。迄个时阵，伊画即张图，迄个时阵，一个是 William Penn， 即个人是 Pennsylvania 头一任的总督。伊吼看乱干咧吼，伊招遮
原住民来，甲因negotiate，甲因讨论了后，因签一个和平的契约。Hicks 吼，对这项代志足感动的啦。伊想讲，这个是足好的代志，所以伊用以赛亚第11章第69、第9节，这个图后壁是 William Penn 甲这原住民伫签和平的契约。伊想讲，若安尼，北美洲迄个时阵可能就毋免安尼战争，会当安尼会当个，所以这个图我是要互咱知影，以赛亚所讲的这个和平哦，实在有人换那毋茫讲，即款动物的中间的和平，死对头会当做伙，咱人嘛会当安尼，所以这是因对这个世界的愿望，或者 peaceable kingdom， 一个真和平的国度。这是 Edward Hicks 甲以赛亚因有的迄个 vision 的愿景啊。总是认为咱拢知影 ，William Penn 吼，伊签约了，伊做作迄个州长迄中间，伊拢有照契约甲因行。伫迄个时阵，偏苏美尼亚有真和平的日子。毋过伊的后继者一任两任了，过去就无啊啦，啊，就乌爸母啊。啊，我看迄个物件，伊是讲为个 Edward Hicks 足伤心的啦。伊讲迄个和平，互人的需要拍破去。因为这敢毋是咱大个世界，这敢毋是咱大个世界，大家拢要爱和平。总是和平，若对我有利益的，咱拢会当和平。所以咱拢听人讲，无公义绝对无和平。咱即中间，我本身我出世的时，还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，我1942出世的，1945才煞。我做细汉的时，捌走防空河。台湾无拄到啥物战争的大损失，无像日本，也是菲律宾，也是琉球。听伊讲，迄个时阵是马卡瑟用跳岛的方法要去攻击日本本土，伊搬过台湾，所以台湾无受到啥物真大的损害。咱感谢上帝。毋过咱嘛知影，台湾的问题嘛是足济，敢是？世界的问题嘛是安尼，遮尔动乱，最近的疫情，咱大家看到新闻，搁一款变种的迄细菌走出来，即摆大家拢真烦恼。因为我伫要去台湾以前，读过一篇文章，我袂记迄是啥物人写，我知影伊是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。迄个时阵，有年即个时阵11月。迄个 vaccine 拄啊伫要出来，真侪好个国家拢直买。迄个教授写一篇文章伫迄个，我伫 Facebook 读着，伊讲，大家摕疫苗，好个国家直做吼，遐产乡的国家若无去互伊，嘛无去顾遐个人吼，遐个人若袂当摕着疫苗，即个细菌是还阁伫即个世间。好个国家，你搁住3支4支拢同款，迄个细菌袂走。我感觉这敢毋是咱需要听的警告？咱袂当直直顾家己啊呢。咱加拿大伫要住第3支，偌济遐送向国家，连疫苗看都毋捌看到，你对？这个世界若无改变，有影袂使呢。以赛亚所住的世界，甲咱的世界差不多啦。人性无啥改，拄着的问题，表现方法有可能无共款，互咱艰苦，互咱会惊，互咱会伤心，拢共款。
总是以赛亚伫即个时阵，伊抱一个愿望，伊要求愿望。伫今仔日咱读一节圣经，我有读我袂记。第9章第2节，即节圣经伫 Advent 即个抬杠节是真侪人会读。以赛亚讲哦，行伫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。徛起伫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要照因。以赛亚伫即个黑暗的时代，伊报这百姓，上帝有一个光要照恁。800年后，有一个人讲我是世间的光，对我的人无行伫黑暗，反倒有活命的光。恁知影迄啥人？耶稣讲的，上帝要赏赐咱一个光。这个圆啊，上帝要赏赐咱世间的光。咱即马会晓将以赛亚所讲迄个大光，甲耶稣即个光结做伙，是咱直接看倒转去。以赛亚毋知影耶稣是世间的光这项代志，总是咱做基督徒，咱感谢上帝，互咱知影上帝所赏赐的光是啥。一个圆啊，一个圆啊，上帝要赏赐一个圆啊，做咱的即个光出世做圆啊，这是咱的愿望。第6节到第7节，咱的愿望是啥？有一个圆啊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。即个婴仔，即个囝要创啥？伊要负担国政。什么叫做负担国政？中文的现代中文的圣经叫做吼，他要来统治我们，伊要来统治咱，负担国政，伊要来统治咱。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英文，伊讲吼。He will take over the running of the world。伊要接管，伊要来接这个责任，来经营这个世界，负担国政。伊哪有迄个才调？以赛亚讲伊是奇妙的巫师，奇妙的巫师，有行政的能力，有处理代志的能力。奇妙的巫师啦，过来咧，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爬，这是在讲上帝安尼。我读这个时，我感觉以赛亚是毋是有一骨去夹着咱所在讲的道成肉体这项代志？这个婴仔的属性是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爬。我阁想到。保罗伫腓立比第2章有一站圣经伫学了耶稣，伊讲耶稣吼本有上帝形状，总是伊无掠伊甲上帝平等，伊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恁知迄站圣经吗？我伫想讲，保罗写即句讲。伊本甲上帝有伊本有上帝形状。伊写即句话是毋知有想到即节啊无？我毋知，有可能嘛？敢是？过来咧，和平的人群，和平的人群，伊要互咱得到咱所在愿望迄个。和平的国度。第7节，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，
就是伫台北的座位甲伊的国，就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以赛亚要讲，即个婴仔，即个领导者，即个上帝所赏赐的真光，会当做遮尔大的代志。总是对人的头壳来想，一个婴仔哪有可能通做这个代志？一个大人都无可能通做这个代志。以赛亚过去第七节的上尾仔句，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，上帝家己要成这个事，这毋是人有法度做的。上帝的热心，上帝的热心，什么热心？你若看历史，百姓毋听话，上帝试真济方法，先知有诶先知拢叫阮杀死，上帝嘛吞忍，到甲上尾也无办法。伊诶热心，上尾也步伊顶行，互伊诶囝来世间。第7章第14节，主本身要互恁一个调头，看在色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主本身要互恁一个调头，上帝家己互咱的。在色女生囝，大家真讨论啦。总是我甲你讲哦，我相信，若主本身做的代志吼，无可能拢会变作可能啦。主本身做这项代志，上帝互咱调头。你去个雇羊的，伫雇羊，天使来看，叫伊去看耶稣，伊甲因讲。恁去恁要看一个婴仔用布包，这要做恁的记号。列位，上帝的调头，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要做，迄是上帝的调头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三合一体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候，迄阵啊，逐个拢还佫用写批，拢无 email 嘛，敲电话也无遮方便，逐个拢用写批。我知影我真济我的前辈伫写批吼，因上尾啊，批的上尾啊，要签伊写因家己的名以前，拢写以马内利，真好的习惯，你知影？以马内利是上帝甲咱三合一体。我写一张批互你。我会结尾写以马内利，主安康咯，主安好咯，迄拢无效啦。以马内利上好，你知无？即马无人咧用啊啦，真可惜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三合一体。因为我甲你讲吼，我这篇讲道吼，准备到遮吼，结论毋知要安怎，我想偌久，你知上几来日。真正我无甲恁骗，拜五早起吼，我真正起来祈祷上帝啊，拜托个，这篇要安怎结束较好个，拜托个。忽然间我想到一项代志，是我会前迄个夫人人伫破病，迄个时阵伊已经昏迷啊，拢伫困。啊，我去病院甲看，老实讲，我有去甲看，无去甲看，我想也无啥物差，总是都是爱去。我去啊，迄早起我去啊，看伊倒伫遐，我点点伫遐坐，啊，心情真正足平淡个啦，吼、这都有经过即落人才有法度知。我坐伫遐无依无靠，忽然间吼，病院的麦克，迄个系统，迄个播音系统，放一条歌出来 ，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迄条咱拢知啊。啊，听到迄条歌的时候，外口一寡护士拢拍鼓仔伫遐咧欢喜啊。我想是啥物代志？
我迄阵常常去病院都用捌听到这个，哪会安尼？拢无讲啥，我干那放一条歌。我出门我说我怎样讲？因甲我讲，咱的产房拄啊接一个新生出来的婴仔，着放即条歌。病院的护士拢知影，敢若阮即个外来的人毋知，人因拢知，拢伫遐欢喜，一个婴仔出世，放迄个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。因为我迄个对我的冲击是足大的呢。我的某伫要过身去啊，也困袂遐尼久啊。上帝要搁互新的生命来即个世界。星是啥？星是黄芒的记号，敢毋是 ？Star，follow your star， 咱拢安尼讲嘛。迄是记号，黄芒的记号呢。因为我家己无孙吼。我拢伫耍别人的孙，我拢常常讲讲哦，要做阿公爱靠别人，做成功爱靠别人，你家己无法度啦。阮囝着无要帮忙，我着无法度。我咧耍别人的孙，我即摆伫台湾，小丽的二兄得到一个，阮伫遐中间一个内孙，一个外孙。阮去因兜，着敢若甲即两个耍。抱迄囡仔吼，嘛幼偌爽快咧呢，足好诶啦。阮伫大人伫讲话中间吼，忽然间有一日，我毋知讲啥，讲，一个讲啊，这囡仔吼，若到咱遮个岁时，这个世界毋知变安怎。哦，即句话我听着咧，有影呢，你捌安尼想无？我相信吼，做爸母诶拢加减会想啦。我相信咱的阿公阿嬷嘛拢会安尼想，看到咱的时嘛会安尼想啦。逐时代拢会安尼想。你会当敢若替伊烦恼，你阁会当做诶，你会当求上帝的以马内利，甲即个囡仔相甲伫地，你会当将因交托。事实以外嘛是无法度。中国话一句话叫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。我想中国人伫讲只是福，大概是发财啦，啥物即落一个代志。咱的基督徒嘛是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迄字福是吼，上帝互咱会决定，咱的以马内利的信仰，甲咱伫上帝内面的盼望，迄是咱的福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通过你的话，伫即个大港节，阁互阮一摆想阮的信心，阮爱信靠你。感谢你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不是甲阮参加伫地，阮会为着阮的囝儿烦恼，为着阮的爸母烦恼，为着真侪人阮所听的人烦恼，为着阮家己烦恼。阮恳求你，互阮会晓信靠，互阮真正接受你做阮以马内利的上帝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